法國一個特技人身穿特製嘅滑輪裝束，成功挑戰湖南張家界天門山99個急彎。42歲嘅布朗道由一個坡度60度嘅滑行道滑落嚟，開始挑戰。布朗道身穿自己特製嘅藍色盔甲，全身多個關節位，一共裝有34個滑輪。由於滑輪裝本身冇動力裝置，全靠身體控制方向同埋速度，所以要加速嘅時候要將身體合實，入彎嘅時候要將鞋嘅側面伸出嚟，增加摩擦力嚟減速。布朗道全程以時速超過80公里滑行，不過一個又一個嘅急彎都難唔到佢。最終成功以19分34秒完成全長10.77公里，一共99個急彎嘅天門山通天大道。佢自己都非常之興奮。Just the strap went out. The wheels are still a little bit warm here. Don't touch for braking, and everything's still okay. 布朗道有法國滑輪變形金剛之稱，佢曾經就創下時速超過112公里嘅滑輪速度紀錄，至今無人能及。無線電視記者蔡曉晴報導。